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后礼拜二7月28是世界肝炎日。咱台湾大约有40万的这个慢性死型肝炎的病人，全台湾有5个乡镇，分列为肝病潜在风险上悬的第7级。其中，各位苗栗的院里上介严重，当地50岁以上的乡亲，平均每4个人都有1个人有死型的肝炎。专家是来建议，每3年就抽血做一届体检，来保护咱的肝。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相信，我怎么可能有C肝？为什么？我怎么传染的？想起当年得到C肝的家兄王彩华用患者的身份来讲伊的经验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青年内得到慢性C肝肝炎的有40万人，其中有一半拢唔知影家己有C肝。全台湾C肝风险上悬的乡镇，包括嘉义义德、高雄主管、云林关中、台中后里和苗栗的湾里，其中是湾里的内区上严重。体检的结果，超过50岁4人当中都有1个人有 C 肝。对病毒的概念不清楚，加上没有抛弃式的针头，所以呢，在50岁以上的我们的居民呢，过去打针的文化造成了互相传来传去的一个情况。C 肝患者若无治疗，20年就会变成是肝硬化，3成会变肝癌。专家建议讲，就算身体状况袂歹，上好嘛是爱定期检查。假如你第一次抽血没有 C 肝抗体，大概平均3年抽一次。有特殊情况当然要抽。健保署嘛表示，目前治疗 C 肝口服的新药疗程大概是8个礼拜到12个礼拜，治疗成功的比率真高，98%，而且是免费的。该提醒一个，上好是定期去做检查。才会当互咱常常讲的无啥的器官肝脏，若是有出现啥物问题，会当提早发现、提早治疗。